半导体和 AI 产业带动用电需求，这台电表示讲，对今年到2030年，伊个别新增加用电超过500万千瓦。那台电呢，就要系统性来检讨电源的开发。另外，咱主要是用这天然气来发电，若阵卡达天然气停产，外界也烦恼讲这电钱敢会来起价咧。经济部长姜明钦就表示讲，若准备一战争延长到4月，乡土炭发电是最后的手段。 台湾为国外进口液化天然气有8成主要供应国内发电，不过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卡达，却因为中东战争宣布停产，引起外界烦恼。天然气的价格嘛是影响电价平均成本的重要因素。3月电价审议会敢会调整电价咧？ 今年全球的经济增率大概维持跟去年3.3左右。我想政府不会急着在电价里面去着力。台电表示，为今年到2030年，用电成长平均年增100万千瓦，主要产业包含半导体、封装测试甲 AI 周边等。 不过，台电今年新增加供电包含兴达新燃气23号机、台中新1、2号机，4台机组拢总520万千瓦热烧上线。台电必须重新系统性检讨电源开发。 能不能请这些资料中心能够有自设发电的一些设备，包含储能的设备，对它本身相对也比较好一点。半导体产业 AI 算力，它能够往桃园以南的方向去设厂，电源是比较充足。针对中东战争，若影响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供应嘛形成考验。经济部长姜明钦指出，3月天然气供应无问题，若是战争拖到4月，也有一寡因应措施，全面开放火炭发电是最后的手段。 学者有无共看法？我们可能不得已不去重启这些所谓的停转备用的燃煤机组，因为用电量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。那你现在核2、核3了，就算按照进度来走，2年到3年内，假设这4部机组都可以上来。 你的燃气这边还是来不及供应。学者讲，国内燃气机组上线无定着无问题，不过天然气接收站爱加紧进度，才会当确保未来供气充足。台电公司是讲，会持续看国际燃料的走势，依照机制提报电价审议会决定。记者采访报道。